但我喺度留意住你。第一，你咁快叫人老婆，你逼婚；第二，你隻眼就望住嗰台啲女仔嘅。嗱，一陣間唔好跳出嚟啊！嗰個女仔嚇。嗱，以前嗰啲算啦嚇，我哋唔知嘅嚇當。我要你再講多次，對住你想講嗰個人嚇 ，OK？ Kenny，我會對你好好嘅，你放心，唔使咁多人支持我。OK， 哇，十分之識講嘢啊！真係最好啦，女方，你揸翻支咪，你滿唔滿意？你滿唔滿意？滿意。哇！你開心到差啲喊咁滯，我見你又曉得同人清袋。好啦，我問你啦，有代價嘅，當你滿意 ，OK？ 你有乜嘢要求再問佢啊？趁呢個時候，第日未必俾嘅男人啊 ，OK？ 再問睇下有咩需要。你要聽晒我話。一定一定。嗱，其實雖然你係讀會計，我覺得你係搶到隻豬咁樣。頭先佢都話咗聽晒你話對你好㗎，你梗係攞翻一啲實際啲㗎啦。雖然你會計師，我相信你要讀一科叫做 Home Economics， 管理老公嗰啲財富啊嘛。你開口問佢攞啲嘢啦，握手。使文自動俾家用咯。俾債。係啦，嗱呢啲就係會計師嘅風範啦，係啦。咁你同意啊嘛，男方？俾會計師管啦。OK， 你但可以摸晒佢啲牙㗎嚇，如果唔想佢講嘢。好啦，咁我相信佢兩個真正相愛㗎嚇，我相信冇人敢反對嗰個女仔唔好跳出嚟得啦嚇 ，OK。好啦，咁我現在履行證婚嘅儀式啊。